眼见员工得放无薪假，专做竹科生意的张玉和脑筋动到了自己租的这块农地，要工程师们跟他一起种田。颗粒还没很大，对啊，那还不行。特别要我们先感受脚底下踩到的松软。张玉和说，这是在菜园里布置森林，理由不光是浪漫的想法。自然农法就是它是一个生态，好，但生态它地力一直养，它利用大自然的那个雨水，还有那个草，好，那我们草就是用原始森林的树叶、树枝做覆盖。田埂两侧再用木板留住土壤里的有机质，也隔出了排水沟道。再把有机农法改良，用树叶、树枝取代植草席，解决除草的效率问题。我们的人花在哪个地方时间比较多？我们要有最有效率的方式，就是用科技人的想法去解决我们现在农业遇到的瓶颈。而本来被老板半强迫与女土为伍的员工，看到他认真的投入，也把原本在机械工程里研究的专注拿出来。这环境还有生态可以保护这个环境跟生态，还可以种出好吃有机蔬菜，对不对？当你们跟我说好吃，就很开心。所以我们员工现在我们中午全部都吃我们有机餐，300多位全部吃素哦，蔬食哦。你不大相信了，真的，我们现在都这样。所以你说服了他们，对啊，吃豆孔天，比马盖都还要紧。哦，比马盖都也要紧。现在农场可以年产2000台斤的有机蔬菜，透过网络、门市和市集拥有稳定的客源。员工们度过金融风暴和欧债危机饭碗不保的风险，张玉和也为自己赢得了事业的另一片生机。在这片农田，我们看到了因为利他而后利己的好的改变，不只是在人与人之间，也在人与大自然之间。吃豆孔天，比马盖都也要紧。吃豆孔天，比马盖都也要紧。